弟兄姐妹，我们即将要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礼拜，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主。当我们在敬拜祷告的当中的时候，也让我们纪念在家庭当中这位无名的英雄。今天是父亲节主日，让我们也纪念家里的父亲为这个家庭当中的打拼。如果你是家里的父亲，愿主带领你，让你可以有能力、力量，能够来帮助你的家庭更加的坚固跟成长。如果你不是父亲，也为你的父亲祷告，或是为你家庭当中的父亲祷告，让身为父亲的能够成为家庭当中的祝福，让家里的孩子、家里的家人都因为父亲而蒙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赞美你、歌颂你。谢谢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早上这美好的时刻，让我们能够来纪念每一个家庭当中的这样的一位主你所赐予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位分，就是主你将父亲这个角色、将父亲这个身份来赐给家庭当中的男子，赐给家庭当中的男生。愿你恩待，让这个家庭当中的我们的弟兄能够来成为家庭当中的祝福，由你神来带领，为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向你献上感恩，让我们早上的崇拜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使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你，也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献上。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所有的设备、器械、人员的运动安排、规划都按照你的旨意来运行，带领我们今天早上所有的流程都顺序，都一切平安，人员的运动都蒙你的安排，也为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他们无论在工作、读书或在任何地方，愿你也保守他们平安。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
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永在的上帝，全能父，创造宇宙的主宰，感谢你的爱，为拯救我们赐下独生子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让信的人与神和好，有永远的生命。感谢神带领我们，愿意排开俗事，将今天分别为圣，来到圣殿中敬拜你。而今天是父亲节主日，愿主带领所有的父亲，或者是带父职的长辈，有你所示的智慧，让全家都在你的爱中成长。以上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之名的祷告，阿们。现在请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你的信实和广大。请我们大家继续站立，我们用使徒的信经作为我们信仰的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起印文我们将要起印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16到22节，以及45B。我们也可以翻开圣经631页，或者就看我们的投影片。白色的字由我来起，橘色的字由大家来起来回应，紫色的字呢由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判语。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阿们。愿上帝的话语常存留在我们的心中。以下我们要一起来攻祷，请我们一起低头。天上的父神，主，我们为欧洲的国家荷兰来祷告。这个国家本来是很多基督徒，但现在他们只有1/3。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当中，来改变他们，让他们国家的百姓能够更加的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南教区荣阳布道所陈家志传道祷告，愿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同工合一得人。我们也为今年即将升学的青年学子祷告，愿主预备合适的学校，帮助学生有美好的学习。主，我们也为我们的天气将要进入秋季来祷告，求主带领台湾的气候风调雨顺，人人注意环境卫生，让我们的疾病瘟疫，尤其是最近的 COVID 都能够远离我们。我们以上的祷告那是奉主耶稣基督求，阿们。我们再一起用我们的主祷文，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以下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今天要由赵家和弟兄为我们诵读今天的经课，我们请家和。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第一处经课在旧约创世纪37章1到4节，12到28节，在旧约圣经37页。创世纪37章第1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记约如下：约瑟17岁，与他的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西帕的儿子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所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12节，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丹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丹。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来，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吕便听见了，要救他们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吕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给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竟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讲定20舍客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第二处经课在新约罗马书10章5到15节，教会圣经173页。罗马书10章第5节，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们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们不远，正在你们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以上是本周的经课。好，我们感谢嘉禾为我们念的这些经课。以下呢，我们将要请我们教会最可爱的儿童主日学来为我们献诗。他要唱的诗是咱用唱歌来感谢。好，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小朋友。
没有请我们当中的父亲啊，或者是你结婚了，你是丈夫，我们请你站起来好吗？让我们的孩子们来送礼物给我们的这些我们的家里的父亲们啊，我们的这个长辈，家里的长辈啊，或者是我们当丈夫的，我们都可以站立起来，然后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下来，能够给我们的这些的父亲们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尊荣啊，我们请给我们的父亲们啊，谢谢谢谢。这里后面还有，对。好，我们当中的父亲们，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父亲节主日。那虽然我们没有领到很大的礼物，但是这个每一张都是我们小朋友画的心意哈。那里面还有小卡片要送给我们当中的父亲。那我们期待我们的孩子们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有父亲的陪伴。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儿主祷告，希望他们在渐渐成长的当中，他们都能够一起蒙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来让我们的这些主日学的孩子们，他们能够来帮助，给我们在今天有一个美好的父亲节。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所给予的，主啊，虽然没有很多，但是主你知道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的孩子们所献上的，能够让这些我们当中的父亲能够得到祝福，得到帮助，也让我们的父亲们常常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让孩子们也领受从父亲父辈来的祝福。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次的来拍手啊，来谢谢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献上献词，谢谢。来这边，好，这个都是手工画的哦，手工画的啊，谢谢。看到小朋友，我们都是充满了喜悦。新生一代的这个新的生命，果真是不一样。好，以下呢，我们要来再一次的来听上帝的话语。它记载在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在新约的第18页，由我来念。马太福音14章22节到33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4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是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以上神的话语。好，以下呢，我们要请我们教会
的诗班来为我们献诗。今天献的诗是《天杯温殿真正大》。好，感谢诗班呢为我们献上这首很美的诗歌啊，天杯温殿真正大啊。以下呢，我们将要请我们的传道辉真传道来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失控的勇气，交出主权的生命冒险”。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读神学院的期间啊，然后我春假的时候，我就跑去那个七孔瀑布，然后没有像这个那么壮观呐，它就是一个比较小，然后攀岩的地方。那我们几个同学，然后就报名，那教练呢就会给我们一双鞋，那一双鞋呢，就是他们都会给学员那双鞋。可是呢，我那时候买了一双溯溪鞋。溯溪鞋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你可以走干地，也可以走湿地。那我就跟教练说，我不想要穿呢，我想要穿我的溯溪鞋。那所以呢，就是全部的学员都穿了，那就只有我没穿。那我们就登上那个就是攀岩嘛，然后还有滑瀑体验这样子。
然后在越来越陡的时候，就是坡度越来越滑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滑下来。就是我要登上去的时候，我就一直滑下来。所以呢，我才发现我的鞋子抓地力很不好。所以我就滑下来的时候，我的那个膝盖就会受伤，然后脚啊这些都会受伤。所以我就跟教练讲说，那我可能要穿你们准备的鞋。那个教练就很好，就马上就是他有带我的鞋，然后就马上给我一双。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他应该不想说破，就是我会那个伤痕累累。那所以呢，就是我穿了那一双就是教练给我的鞋之后，然后我就可以跟其他学员完成整个旅程。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我没有把攀岩的主权，然后交给教练的手上。所以在生活中呢，我们总是很喜欢穿自己的新鞋，对不对？尤其是姐妹不是，所以呢，我们很喜欢穿自己的新鞋。我们赖以生存的经验我们习以为常的控制欲，还有我们自己稳妥的规划。我们嘴上就说：“我要跟随神，我要跟随神。”但是我们在行动上，却靠自己的抓地力去抓生命的陡坡。直到我们在职场家庭、健康滑得鼻青脸肿，我们才不得不承认说：“主啊，我的抓地力真的不够，我靠自己真的爬不上去。”所以攀岩的代价呢，是我换来整个腿上的淤青。但如果我们在生命的风浪中一直死抓的控制权不放，代价往往就是我们灵魂的崩溃，还有平安的丧失。幸好教练在岩壁上，他给了我一双鞋，而耶稣在海面上，他也伸手去抓住彼得哦。所以既然靠我们自己的经验只会不断的滑落，那我们呢，要怎么做才可以真正的把生命的主权交出去？第一个呢，走出你的舒适船。所以经文一开头就写着，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到对岸去，等他叫大众散开。请想一想，那个门徒是什么人啊？门徒是渔夫哦，而且是老练的渔夫。所以呢，他们当中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就是他们展现专业的地方。所以在陆地上，他们可能不会打猎不会去种农就是做农但是在船上，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专家，所以这艘船就是他们的舒适圈。那什么是舒适圈呢？大家好几年前就一直听到舒适圈。舒适圈呢，不是你懒惰或者不积极，舒适圈指的是你试图在神的主权之外，建立一套自我控制权。所以当我们谈论舒适圈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说那是一个让人放松的地方。其实不是哦，那是我们习惯用自己的经验、逻辑、理性去处理问题的区域。我们觉得一切尽在掌握当中。我们最喜欢的是什么呢？我们最喜欢的是不用祷告也能够搞定的生活。所以我们嘴上虽然说主啊，你是我的主，但实际上呢，我们让耶稣坐在哪里乘客席。我们只会让耶稣坐在乘客席，你不可以动我的舵，你也不可以动我的方向盘。所以这个就是门徒当时的景况，他们坐在自以为最骄傲的专业里面，觉得安全无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经文当中有一个词是随即？为什么耶稣要随即催门徒走呢？如果我们看到上下文，上文是非常非常著名的神迹，就是喂5000人吃饱，5饼2鱼的神迹。所以呢，男丁有5000，加上妇女和孩子，所以上万人在野地里被喂饱，然后门徒甚至亲手接过发不完的饼和鱼，收拾了12个篮子。那是多么荣耀的时刻啊！群众疯狂欢呼，因为他们看见神迹。掌声雷动。如果你是门徒，你是12个门徒的其中一位，你会想走吗？你不会的，你会想要留在那里，享受大家崇拜的眼光，享受那种我们是伟大先知核心团队的成就感。但是耶稣呢，随即催门徒走。耶稣看穿的人心，他知道如果门徒继续留在那个掌声当中，
崇拜当中，他们很快就会陷入自我膨胀的舒适圈里面，所以他们会以为神迹的全能属于他们，他们会以为自己已经是成功的人士。弟兄姐妹，我们常以为生命当中那些随即发生的变动，那些突然的挫折是意外，我们会抱怨说，主啊，我才刚经历到你的恩典，为什么随即就遇到了困难？但对门徒来说，这个随即不是意外，而是耶稣为了让他们离开舒适圈所做的刻意安排。所以神会随即带你进入风浪，因为他看见你生命中必须修剪的控制欲。如果不把你从大众的掌声中拉走，如果不把你从安逸的船上拉下来，你永远不会发现你有多么依赖自己的肉体，多么渴望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个掌控。所以门徒上了船，来到海中间，夜里4更天，狂风大作，波涛汹涌。于是经文说，船被浪摇撼，因为风不顺。所以这些老练的渔夫他们在做什么？渔夫就是遇到狂风大浪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怎么样？摇桨嘛，然后一定会一直不断的去舀水吧，因为那个浪会进入，水会进入船里面嘛，然后还有人去调整船帆，所以他们拿出了所有的经验、所有的体力、所有的专业知识。然而风浪有没有止息嘛？没有风浪越来越大。风浪之所以可怕呢，不是因为风有多大、浪有多高，而是因为他们彻底摧毁了门徒的自我控制权。所以当你发现你靠了20年的划桨技术无效了，当你发现你经营了多年的人脉没有用了，当你发现你没有办法改变医生的报告的时候，孩子的选择你无法干预时，那种深深的无力感才是风浪中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当门徒的自我控制权粉碎的时候，他们才承认一个残酷但是却真实的事实：原来这条船的掌舵者根本不是我。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主权的彰显。神往往在我们控制力破产的地方显出他的主权。只要我们还有一丝一毫觉得我可以，我自己可以，我们就不会让神做主。风浪不是神要来毁灭你的工具，风浪是神要拆毁你心中那座自我控制权的假神。所以就在门徒极度惊恐，以为要丧命的时候，耶稣在哪里呢？耶稣在海面上朝他们走来所以呢，门徒吓坏了，以为是鬼怪，惊慌的喊叫起来。耶稣立刻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时候彼得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请大家注意彼得的话语。彼得没有说：主啊，请让风浪平息吧，或者说：主啊，你可不可以到船上来救我们？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彼得要确认的不是海面平不平安，而是眼前的这位到底是谁。他需要先确认耶稣的身份，以及在耶稣面前他的身份。所以当耶稣说是我的时候，在希腊文中这句话就是神向摩西所启示的，我是自有永有的。所以彼得就明白了。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神学亮点，就是身份与信心的关系。许多人读这个经文都说：哇，彼得好勇敢，他就是很勇敢的，就是踏出海面，跨出船，踏出海面。但是呢，跨出船外本来不是靠你个人有多勇敢，而是靠你对身份的确认。唯有先确认自己是神的儿女，知道有一位全能而且爱我们的神，我们才会跨出去那一步。
才会放下对生活的控制权。所以我们这里要看清一个盲点：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儿女的身份，你只有信心，你只会一直窝在船里面，然后不敢跨出那个第一步到海面上。如果你有信心，然后你却不知道，如果你有信心，然后却不知道儿女的身份的话，那你只是盲目的血气，没有办法跨出第一步。所以其实这两个是我们通常都具备要有的。我们也要确认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那我们也要确认我们对主是有信心的。所以彼得能踏出第一步，不是说他有轻功，或者是海水的浮力变了，是因为耶稣说你来吧。所以当神的呼召临到，身份被确立了，信心就有了一脚踏在水面上的肯定。最近大家有个韩剧应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很红很红，到底是金特务呢，还是铁拳教育呢？还是都没看过？都没看过铁拳教育，然后现在又出来一个金特务，然后就是也还蛮红。但是我自己个人我是比较喜欢铁拳教育。那里面有一个角色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个妈妈，她为了让儿子考上韩国最好的医学院，她要让儿子当医生，所以呢，她呢日夜不间断的就逼儿子一直读书，一直读书。然后儿子好累好累，读不下去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喂药，然后最后呢，给他吃毒品。这个母亲呢，害怕一旦失去控制，儿子的未来就完了。但其实他抓住的是儿子的未来吗？其实他抓住的是自己对掌控权的依赖。所以直到事情完全的失控，那儿子他也生病了，所以呢，他没有办法掌控儿子的人生，也无法掌控未来，所以他放手了，让儿子自己去选择他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好像很极端，但是我们有时候也陷入这种光景。我们努力抓住工作，抓住家庭，抓住健康，抓住计划，总觉得只要掌控得好，就可以得到平安。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越想控制，我们会越焦虑，越害怕。今天耶稣就在风浪中对我们说：是我，不要怕。耶稣不是要来夺去我们的人生，而是要我们停止用自己的力量拼命的想掌控一切。因为真正的平安不是来自于我们能控制多少事情，而是来自于我们知道谁在掌权。再来，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把生命的主权交出去呢？在风浪上定睛于基督。当彼得跨出那个第一步，跨出船身的时候，他的脚真的踩在了那个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这是一个神迹。但紧接着经文怎么讲呢？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这让我们不禁要问：彼得又不是别人，是彼得为什么一个已经得到呼召，甚至踩在水面上的人，会在一瞬间开始下沉？今天我们要透过这个经文明白一个真理：身份呢，认识自己是神的儿女的身份呢，是让你能够站在水面上；但是定睛呢，是决定你是否能够持续的前行。所以信心从来不是去对抗风浪，而是定睛于基督。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个投影片念一遍好吗？请。信心从来不是去对风浪，而是定睛于基督。风浪就是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的疾病、财务危机、人际冲突、未来的茫然，确实是恐惧的触发点。但彼得之所以在风浪中恐惧到要沉下去，原因不是外在的环境太猛烈，而是他陷入了两个属灵的困境。第一个，他的装备没穿好，他对神的属性不清楚，对神的概念呢，只是还没有太了解，所以他的信心还没有稳固。
第二个是他眼目看错了方向，他把那个从掌权的主转向巨大的危机。所以恐惧不仅是因为环境险恶，更是我们在环境与神之间选择了前者作为认知的标准，却忽略了神的巨大。你把什么当作认知的基准呢？弟兄姐妹，你把什么当作认知的基准？当你把风浪当作你认知的基准，风浪就是无限大，神变成怎样？变得很小很小很小，甚至缩在旁边。可是呢，当你把创造宇宙的万物的主当作认知的基准，再大的风浪也不过是他脚下的踏脚石。彼得之所以沉下去，是因为他把他的眼睛从耶稣身上移开了，注视那狂暴的风浪，所以他的眼目一错位，恐惧立刻抢占了他的心，他就失去了在水面上行走的力量。我们检讨彼得之前呢，我们把时间倒回去几分钟。当时夜里是今天，彼得在船上啊，就是门徒啊，在拼命划桨，身心俱疲的时候，他们看到一个人影从他们的海面上这样子迎面走过来。经文说，门徒以为是鬼怪，就惊慌的喊叫起来。我们看圣经，我们要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门徒呢，那时候呢，他们的心情是什么？外有狂风暴雨，然后内有体力透支，因为他们要一直舀水嘛。然后呢，结果呢，又来是一个疑似灵异现象的东西，所以他们整个彻底崩溃，你知道吗？他们是蜡烛三头烧。所以就在这个门徒呢被恐惧压垮的时候，请注意27节，他用了一个词，耶稣了连忙，就是这个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个连忙呢，是神极大的恩典还有保证。当门徒陷入极致的恐惧当中，耶稣没有站在远远的看他们哦，耶稣也没有冷眼旁观看他们说：“看啊，你们这些小信的人，看你们能够撑多久。”他没有这样讲。耶稣连忙开口，他一刻也不单言表明自己的身份。为什么耶稣要连忙宣告呢？耶稣连忙的宣告这句话，正是定睛的关键要点。为什么我们能够定睛？不是因为我们有超凡的专注力，也不是因为我们意志力强大，而是因为耶稣连忙告诉我们：“是我，不要怕。”所以这个希腊文翻译成英文就是 I am， 也就是我是那自有永有的神。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结构里，这段经文紧接在5饼2鱼之后嘛。那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权柄呢，正是回忆先前受洗的时候，神宣告耶稣是他的爱子。所以门徒在船上，其实在经历一个认出弥赛亚的过程。信心不是凭空建立的，而是基于耶稣连忙的递出这个身份的保证。也就是这个身份的保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当你在恐惧中，在失败中绝望的时候，主的声音会连忙的临到你，他提醒你，孩子，你现在不是独自面对这个风浪，你还有我。这就带领我们来到今天的神学反思，究竟什么是信心呢？刚刚我们有一起读过，信心是什么？信心不是对抗风浪，不是对自己喊话说我不怕，风浪不存在，我一定可以冲过去。这种靠肉体意志力去做的呢，只要困难一来到，那你随即就被打垮了。圣灵的装备呢，不是不让你遇见风浪，是风浪大到一个极致的时候，让你不能呼吸的时候，这套属灵的装备可以让你不会沉下去，而能继续的定睛在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要重新将信心定义为正确穿戴圣灵装备后的定睛。所以信心不是对抗风浪，而是选择看谁。
信心不是假装风浪不存在，而是在风浪中认出耶稣神圣的同在。所以当你清楚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你的装备穿好了，你就不需要花心力去跟风浪角力，你的全心全意只要做一件事，就是定睛于基督。你现在的生命是否正走在一个不可控的海面上呢？如果你的导航系统设定说环境顺不顺利，事情有没有照着我的想法去进行时，我敢保证你很快就会像彼得一样，因为见风甚大，心生恐惧，进而沉下去。请把你的眼目呢，从那个让你无法呼吸的环境中挪开，听听耶稣连忙对你说的那句话：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我想到有一个很有名的冲浪选手，他叫做贝斯。不能按了。谢谢。贝斯那个汉密尔顿，他13岁的时候呢，他正是冲浪最发光发热的那一年。那有一天他去夏威夷练习的时候，突然遭到鲨鱼的攻击，所以你们看到他失去了他的左手。但是对冲浪选手来说，手背不是只有失去一条手而已，他失去了是一个梦想，因为他觉得他不能再冲浪了。所以他在受访的时候提到，最让他害怕的不是伤口有多痛，最让他害怕的是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他一直盯着那条手背，他会觉得他的冲浪生涯已经结束了。但是贝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他把眼光从我失去什么转到神还要我做什么。他没有一直困在他的缺憾里面，而是把焦点放在主的身上。他说过这个很有力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不是因为拥有2只手才完整，我是在基督里才完整。所以当他把生命的主权重新交给耶稣之后，他重新站稳神儿女的身份之后，他再次回到海上继续去冲浪。他不但继续冲浪，而且还赢得全国性的冲浪比赛。所以他的见证呢，鼓励了无数在人生风浪中的人。所以我们如果一直盯着我们失去的部分，我们很容易被恐惧还有灰心吞没。但如果我们定睛在基督上，你就会发现神仍然掌权，神的恩典仍然够我们用。最后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把真正的生命主权交出去呢？就是在下沉处重新校准主权。我们在许多人的信仰观念里面，下沉呢就代表了信仰的彻底失败，代表我们是缺乏信心的 loser。但今天的神的话要翻转我们的认知。来，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请。下沉不是信仰的终点，而是恩典的校准。所以当彼得下沉，他开始高喊：主啊，救我！经文记载，耶稣拉住了他，并且对他说了一句话：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常会说啊，耶稣带着那种批判的角色，然后对彼得说话，说：你怎么那么没用？你为什么不够勇敢？你刚刚不是还在海面上行走吗？但弟兄姊妹，这不是耶稣的心意。在希腊原文中，耶稣问的是为什么疑惑呢？这个疑惑的意思是双重的心态。耶稣不是在问彼得为什么你不够勇敢，耶稣是在问他：彼得，为什么你把你看见风浪的重要性看得比看见我还要大呢？这就是疑惑的本质。疑惑不是说你完全不信神，而是你把环境的真实性放到了比神的主权更高的位置上面。所以那一刻，彼得的信心缩小了。
当我们信心缩小的时候，神的恩典有没有因此缩小？有吗？没有，从来没有，也绝对不会有。神对我们的爱和拯救，从来不是建立在我们完美无瑕的信心上面。即使彼得的信心缩小到最后只剩下那一声微弱的“主啊，救我”，神的恩典依然铺天盖地的临到他身上。他没有因为彼得侥幸而转身离开，他呢就在彼得下沉的极限处展开他的恩典。31节的经文这个词，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当彼得开始下沉，他没有时间做一篇冗长悔改的祷告，因为他也没有时间撰写为什么他会下沉的检讨报告。他甚至没有时间为刚才的眼目错位向耶稣道歉。他只喊出了4个字：主啊，救我。所以耶稣的反应是立刻。耶稣的拯救从来不会延迟。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这个动作本身就是最大最大的信息。当我们因为信心缩小而下沉的时候，耶稣并没有离开水面，退到船上去等我们。他就在那里，他就站在我们失败的那个点上。我们常以为当我们犯错，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在事业或家庭中搞砸的事情，像彼得下沉一样的时，神会离我们远去，等我们自己爬起来，然后全身洗干净的时候再去见他。不会，我们的主呢，他就站在你下沉的那个地方，他没有走开，他的那只手就在你崩溃、你绝望、你无力支撑的时候，结结实实的握住了你，重新把你从对风浪的惊恐移到他慈爱的脸庞上。请注意，耶稣拉住彼得之后说了什么？经文说，耶稣没有把彼得丢在水里，就不管他了，他就自己走回船上。经文有这样写吗？没有，不是这样子。他也没有让彼得说，那你站好了，再让你站在海面上一次，让你在海面上飞这样子。耶稣呢，带着他，请帮我按下一页。耶稣呢，是带着他一步一步的回到了船上。经历过下沉与被救的彼得，跟先前那个只凭一词血气说“主啊，若是你，请叫我过去”的彼得，这2个彼得不一样了。未来的彼得会遇到更严重的风浪，是什么呢？他会在公会被受审。他会3次不认主，他会在罗马教廷的教会逼迫之下死去。但是呢，在这更猛烈的风浪中，彼得不再是依靠自己的勇敢去咬牙坚持，而是依靠曾经在海底下被主大能的手立刻拉住的真实体验。所以当耶稣与彼得一同上了船，经文写了一个极其美丽的结局，风就平息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是真神的儿子了。”请大家对比一下这个门徒呢，这段经历中门徒的变化。开头说耶稣是什么？门徒说耶稣是什么？鬼怪嘛。然后之后呢，结尾呢，门徒说耶稣是什么？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所以这场风浪呢，这场海面上行走的经历呢，其最终的神学目的都不是为了要展示彼得有多威风，也不是为了给门徒一场非常惊险的体验。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他是谁。所以信仰的终点不是我们学会了如何在水面上行走，而是我们终于能够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从心里发出敬拜。主啊，你真是神的儿子，你是掌管宇宙万物，也掌管我们生命的每一刻的主。回顾今天的经文呢，我们看见彼得能够踏出船外，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勇敢，而是因为他认出了站在海面上的那一位是主。他也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帮我按下一页，谢谢。
信心的起点呢，从来不是相信自己做得到，而是相信那位呼召我们的主值得信靠。当我们知道自己是神所爱的儿女，就不需要紧紧的抓住人生的控制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仍然掌权。可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承认，我们都像彼得一样，定睛在有时候定睛在主身上，有时候又被环境风浪拉走，有时候充满信心，有时候又被恐惧吞没。但感谢神，彼得下沉的故事没有停留在下沉，而是停留在耶稣伸手的恩典。最后一章。所以原来下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愿意向主呼求。今天的信息不仅是邀请我们走出舒适圈，也不只是鼓励我们勇敢面对风浪，而是邀请我们在每一次的人生风浪当中，再次确认自己是神的儿女，再次定睛于耶稣基督，并且在每一次下沉的地方，让主重新校准我们生命的主权。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可以听到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完全相信于神的主权，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使我们能够跨出苦难的第一步，不再依靠自己的经验、能力和人脉。求主使我们在患难中定睛于主的身上，心中确定你的能力是大过于这世界，也让我们在软弱几乎要下沉的时候，连忙伸手拉住我们，因为你总是站在我们失败的点上来帮助我们。求主使我们在大事小事上都经历你的恩典。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祈求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OK 谢谢慧珍传道给我们这么棒的一个讯息。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困难当中，神他也必然立即的来帮助我们。只有我们定睛仰望神，神的手总是跟我们在一起。好，下面的时间牧师要介绍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的这个永康卫理堂的牧师石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那他有一些的一个讯息，有一些教会的一些的事工，要跟各位做一点报告。那也请弟兄姐妹来关心跟来了解，在我们的教区里面，我们的南教区有台南跟高雄。那我们在台南的这个教区当中，台南的这个永康的教会他们在服事，他们在做的一些的事工让我们可以做一些的了解跟认识那我们就请石牧师到台上来让我们弟兄姐妹来做一些分享，谢谢。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永康卫堂石牧师我在台下呢来看，我就不知道台上还有许多的人荣光堂是一个蛮爱上帝所爱的教会，很高兴的在这里分享。那我今天也第一次听到潘传道，我知道他认识他，但是他第一次听他讲道我觉得他的信息蛮扎心的，给我很扎心的。有的时候这给我一个思想，做传道人的自己也可能都在舒适圈里面去看上帝的工作。所以呢，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我在永康卫堂6年的时间那我们教会呢，其实在一个算是福音蛮硬的地方嘛，当时候还蛮感谢主的，是从中沙开牧师开拓，我想比较资深的会知道然后呢，就是一直到20多年来当然在15年前建堂起来那有一些不容易的地方挑战，那其实我们的都很需要上帝的恩典，虽然看起来教会是蛮大的那我们最近想要重点的是，我们教会有这个青年的事工呢，是一个开放性的，就是有福音校园团契的一起跟我们一起同工那我们本来呢，就是都有一些外面的经费，还有代祷支持，但最近比较少在这个福音事工比较少，所以呢，那个也很感谢这个
陈牧师说，那你就可以来分享一下。我想我们就一定要做福音事工，即便我们没有经费哈，但如果大家有感动，也为我们祷告跟奉献。那等一下有一短短的影片哈，那就是为我们在那里的工作来祷告。那我们的那边的教会人数都不多，所以我们圣诞节会一起办啊，跟灵粮堂啊，跟地方教会一起办。然后我们也看到牧者也能够跨越国度哦，一起分享，我觉得也是一个学习哈。那我觉得那在今天里面也很高兴看到你们哦，那也有很久的弟兄姐妹哈在这里。那我们把时间交给要看那个哈。有一段短影片给大家看一下。放下过往，抬头往前看，不再隐藏，我学会原谅，微笑可以带给人温暖，就像阳光融化了悲伤，愿意接纳彼此的模样，更多享受快乐的时光，爱让我们变得更勇敢，把爱分享到每个地方，一路不孤单，有你在身旁，让爱充满到每个地方，我们不孤单，有人在陪伴，爱让世界变得不一样，一起面对生命的风浪，一同前往梦想的方向，一同前往梦想的方向。我们感谢施牧师来这边跟我们分享他们教会的事工，他们要在各方面都能够好好的为了社区结合社区一起来做，我们为此来我们也能够在祷告当中来纪念他们。我们除此之外呢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好了，牧师来介绍。弟兄姐妹，如果刚刚我们有看到永康的教会，他们刚好在那个南师大的对面所以各位如果去台南的话欢迎到这个石牧师这边永康的教会。那他刚刚也有特别提到说，他教会里面空间也很多。如果各位有想要在台南有一些休息的话，也可以到这个永康这边来做一些的休息他可以驻足在那边，可以有一些休息的时间。那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意愿愿意为我们的永康的教会来关心祷告跟奉献的话，我们在我们的长条椅上面，我们有黄色的我们自己教会的那个奉献袋你可以为他们来这样的一个关心奉献跟祷告，求上帝来带领。那今天特别我们又要邀请一位，我们已经有为他们做一些的这个奉献那特别是我们的父亲节的这样的一个礼物的这样的，本来要买礼物的，那我们把这个放在我们的社会关怀上面。也许我们可能这个每一年我们都有礼物想要能够获得，或者是想要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尊荣父亲当然得到尊荣。那但是我们的教会的弟兄们有一个心智跟意愿，就是我们已经好几年都是这样，我们都是奉献为在社会当中比较弱势的机构跟一些的单位，为他们来做一些的奉献。那我们今年的我们的父亲节的礼物的奉献，我们是奉献给这个蒙蒙工坊来做这样的一个奉献，来关心我们在社区中的弱势
那蒙蒙工坊很近，离我们很近，就在英德街这边。那如果各位有机会可以来关心这个机构他们的事工，那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蒙蒙工坊的社工来为我们来做一下他们的一个事工报告。谢谢，我是那个在英民路上101号的蒙蒙工坊的督导，好，也是社工。那因为这一年来呢，贵教会呢一直协助我们的身心障碍，尤其是弱势的或是那种有癌症的父母啊。或是单亲家庭，帮助我们这些孩子呢，能够平安稳定的来我们的工坊。那父母亲呢，也可以呢，安心的工作。那非常感谢贵教会的协助跟帮忙。那如果有机会的话，请各位兄弟姐妹们呢，可以到我们的工坊参加，就在那个英民路101号来参观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有20多位，都是智能障碍或是自闭症，或是一些罕见疾病，那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支持跟照顾，谢谢。如果在这件事情上也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呢，也能够在我们的奉献袋里面呢，能够注明是为着他们来奉献的。我们也很高兴呢，我们父亲节的礼物呢，我们就把它节省下来，我们就为了蒙蒙工厂来奉献。OK， 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用诗歌，我们来回应上主对我们的爱。我们一起来唱《借我是恩福》，305首，在诗歌300，请我们一起起立。在尘世生命崎岖道路中，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漫步，快把晨光照亮，是忧伤这边欢唱。借我是恩福，借我是恩福，借我生命，荣耀主名。借我是恩福，救主领我救。借我是恩福，是他人的救。诉说耶稣基督慈爱故事，诉说他的伟大
请坐。现在我们要来收纳基督徒的奉献，我们请施献的同工到台前来。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者是你不清楚奉献的意义，请保留住你的金钱，让奉献袋从你旁边经过即可。万物都是从主而来，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回应上帝的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赏赐丰富的主，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尽我们的心思力量奉献金钱，愿教会用于各样事工及宣扬福音，使之用得合宜，使众人得益处，复兴教会，荣耀你的圣尊名。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我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OK， 好我们待会儿会将是我们的差遣礼我们想请问一下，有没有新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刚刚没有登记到名字的 ，OK， 好。不过呢，我们有几位呢，是从这个永恒的天恩堂他们刚好到这附近他们就过来这边聚会了，我们欢迎他们可不可以稍微站起来一下 ？OK， 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好，请坐。好，那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来彼此问安。我们第一次唱的时候，我们一起齐唱；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大家起身拱手问安，不握手。成为一家人，你的眼
好，我们请回座。啊，每次拱手问安的时间都恨不得有半个钟头长哦。我们待会儿结束之后，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我们可以彼此的问安。好，以下呢是教会几个报告。好来那我们还是一样欢迎我们天恩堂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聚会。如果呢你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不好意思介绍自己，那我们一样欢迎你。好，8月9号呢，就是今天就是我们的父亲节主日。OK， 我们刚刚呢有小朋友送花，送一些卡片给大家我们呢为了父亲节呢，我们来感恩。待会儿呢结束之后呢，将要召开8月的执事会议，在201教室，请执事同工们留步。那本堂的父亲节礼物费用呢，我们完全转为社关机构蒙蒙工坊的奉献。我们感谢他们呢，能够这么样的投入为了我们这个高雄地区需要的人来献上他们自己的身心他们的时间，我们也因此呢，我们来奉献一点。我们也感谢这个石牧师能够来到我们这边为我们报告他们教会的一些事工当我们有任何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的话，我们也一起的为着他们来奉献。好，第5呢，南教区的牧子祷告会将于8月11号，就是礼拜2，在台南卫理堂举行，请为教区事工来关心祷告。我们的牧师陈伟文牧师，还有玉华师母，还有惠珍的传道，还有潮平的干事将一同的前往愿我们为他们的往返平安来祷告。另外，本堂将于暑假结束前呢，在8月23号8月的很后面的一个礼拜，将要举行升级典礼，请为本堂今年升学的学生来关心祷告，并欢送教会各级学生进入团契、小组或者是主日学，愿本堂的教会事工呢一起来祷告。第7，暑假期间呢每个礼拜6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将开设台语读经班，内容是旧约路德记和新约的雅各书。欢迎呢弟兄姐妹台语已经忘光光了好像我都已经忘光了我们或许呢也可以一起的去学习。OK， 好，第8，卫理公会呢宣教活动南区场8月22号，在地点呢就在我们的教会，将要透过互动的体验呢，宣教士要来见证、分享宣教的闯关活动，我们一起来看见神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宣教的活动。报名费呢，每个人200块钱含有午餐。教会相关的部门呢教会鼓励我们大家尽量的参加。我们本堂的会友呢，这个报名的费用呢，将由我们教会的经费来支付。第9，新一季的卫理神学院的推广课程喜迎哀歌苦难神学探索授课教师将由刘清泉牧师刘清泉老师来这边教导欢迎大家尽量的报名，就在礼拜5的晚上，我们一起来学习。OK， 好，9月11号会开始来开课，每个礼拜5晚上7点到9点，就在我们这边。好，第10呢请为我们教会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实体的参加礼拜4的祷告会，礼拜4的晚上7点半，为教会的各样事工来祷告。第11呢，产业部门呢有个报告，就近日呢陆续的整理教会各楼层的管道间、各教室的置物空间，散落在各教室或储藏室这些，只要不是教会公共财产的东西，请你务必于8月16号前把它清走带回去。如果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非得要放在这边，请你一定要到办公室去登记获得这个教会的同意之后，你才放在那个地方。要是之后呢，我们发觉没有人处理，那我们教会就会把它处理掉。第12，总会呢建堂的消息呢，请弟兄姐妹关心总会宣教大楼所需的建造款项祷告，求主赐下丰沛的资源来供其所使用，并感动各位弟兄姐妹为此来奉献祷告。那奉献的时候，请你注明这是为了总会建堂奉献来祷告。OK， 紧接着有一些肢体的消息项目蛮多的，
请我们大家呢自己来仔细看，我们自己呢也要好好的为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呢来保护我们自己。尤其最近这个感冒非常的多，只要你觉得怪怪的，不管是你自己怪怪还是你觉得别人怪怪的欢迎你呢都把你的口罩呢戴得紧紧的，这样子呢也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OK， 好，那我们的报告呢就到此。好，我们现在有什么要报告牧师还有事情要报告。好，谢谢思慧帮我们做一些的报告哈。那所以刚刚也提到了，如果你觉得自己怪怪的，或是别人怪怪的请赶快戴上口罩。那我们教会有供应这个口罩哈。那感谢我们当中的德宏弟兄我们的美腾姐妹他们的爱心他们都常常给我们有这些的礼物。那希望我们可以善用。好，那刚刚也特别提到了，我们正在整理教会的各样的地方的一些的资源。那其实教会的资源我们其实购买的东西很多那请大家就要谨慎的使用。那特别像我们最近有在管道间里面有拿到一些空白的那个土夹或者是各位可能有以前我们早期有一些县市的时候可能都会有时候会一直买，然后买了之后可能就放着，然后放着又可能又找不到又买新的所以我们也会适当的我们会把一些这些空白的这些的谱夹或者是这些的物品，我们会干事这边会来做一些的处理安排。那甚至可能会让大家可以来就是个别的来索取或使用。那请弟兄姐妹我们爱惜教会的公物让我们可以能够有很好的做运用跟安排。那特别我们也请弟兄姐妹来关心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一些其他教会的需要。那我们的荣光堂上次有报告过，我们在8月1号开始，我们的荣光堂就晋升至我们的教区长座堂。那所以我们的干事也升级了那牧师也升级了所以我们在8月就已经升级那希望我们能够来关心我们在南区的教会跟我们的各样的事工所以我们的教会的同工他们也更忙碌因为我们要协助8间的教会的事工那所以请弟兄姐妹更多要为牧师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那个教会能够更健壮，然后我们的干事我们的工作人员身体上面的都健康让我们可以能够来应付这样的一些的事工那跟大家说实话是因为8月以前其实在上任前我就已经常常失眠睡不着因为这个工作压力很大。那压力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需要弟兄姐妹来关心祷告，那更何况是我们自己堂会也需要有很多的一些的帮助跟关心跟祷告，所以请弟兄姐妹更多来参与祷告会，更多来关心教会的事工。教会的事工不是因为我们有更多的金钱或是有更多的这个物资，当然这些也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有更多的祷告在这当中。那请弟兄姐妹更多的关心为我们的教区来祷告。那也欢迎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像我们天恩堂的弟兄姐妹今天也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体的，所以无论我们到台南到高雄，或是我们到这个永和到北部或是到中部的地方，都请记得来到我们的卫理会的教会，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有美好的连结跟配搭。请上帝来祝福带领，以上谢谢。 OK， 好，现在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3-1颂。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牧师主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向你祷告。当我们在紧急的时候、软弱的时候、灰心失望、沮丧的时候，甚至我们快乐的时候、高兴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向你献上祷告。
愿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听我们的呼求，让我们的祷告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你的坛前。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3点，阿门。请坐。那我们在在最后的音乐当中，我们来祷告，散会。